7月份开始有真侪新的规定开始去行，提醒民众要注意。亲像徛有拜若违规，就会互有拜公司记点，一年内3点就会停权14天，7点会停权1天。另外，为着进行东部地区的观光，7月1开始，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代替版，阁有2个人买1个人免钱的优惠，使民众到东部地区旅游进行在地的观光景区。感应卡片，甲车牵出来，骑上路。真侪人介意骑 U-bike， 不过要注意，7月1开始，湘北市、桃园市骑 U-bike 若违规，会互人记点。一年内3点停权14天，7点停权1天。违规行为包括弄红灯、骑灯仔卡甲过路人专用的过路线、用手机无让过路人等等，只要互警察抓到，也就是民众检举就会记点。发现骑脚踏车比较容易违规，就是可能不用被开罚单，就比较容易逆向啊，或是单行道，或是红绿灯啊。没啊，这要遵守交通规则啊。嘛是湘北、桃园的民众要注意，为7月1开始，骑 U-bike 要先到 U-bike 的网站登记免费的公共自行车伤害险，若无填资料，就无法度借电动的 U-bike 2.01。另外，为了进行东部的观光，观光署7月1开始也推出限量3500套的台湾 Pass 代替版，其中代替5日周游港的部分，只要先完成代替东部干线火车票划位，就通伫5天内无限次坐火车。9月30进前，2个人到停买，通1个人免钱。对旅行团的民众也有团费奖助，希望进行东部的观光。因为它比较便宜一点，现在从台北到花莲的话，它如果是只单程的话，它买的票的话是比较贵一点点。交通方式能够这么便民亲民的话，我想我的意愿会增加，尤其暑假来了，会带小朋友去那边玩一玩。今日7月1开始，因应 COVID-19 疫情加悬，疾管署有发300万的快筛试剂到各地医疗院所，免费予民众使用。7月1开始，卫福部也提供7岁以下的儿童、6摆的儿童发展体检服务，希望早期发现把握黄金疗愈期。另外，中重度适龄者大长照机构7月1开始开放申请补助，上济通领12万。另外，即马电动车愈来愈多，为7月份开始，纯电动车也会有专属的车辆保险。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。